我做过新加坡电信的总裁，也是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小弟李显荣，烦恼讲会互大兄李显龙政治对杀，正正是寻求英国的政治庇护。不过新加坡政府是讲，李显荣所讲的代志是无影无迹，因翁仔某随时会当转来新加坡。 2015年过身的新加坡头一任总理李光耀，拢总有3个子女。大汉囝李显龙2004年接任总理的职务，一直到2024年5月卸任。另外，还有担任脑神经科医师。这个月初过身的查某囝李伟玲，也甲捌担任新加坡电信总裁的细汉囝李显荣。李光耀过身将近10年来，两个后生李显龙甲李显荣，都为着安怎处理李家的旧厝一直争论，成为新加坡国内外真热门的话题。李显荣当时主张遵照李光耀的遗愿，甲旧厝拆掉。李显荣是主张爱保留。News of the private dispute between my siblings and me. I deeply regret that this dispute has affected Singapore's reputation and Singaporeans' confidence. 2019年大选，两兄弟正式分路。李显荣加入新成立的反对党新加坡前进党，当时甲姐姐李伟玲持续批评担任总理的哥哥，也有真侪政府高官，甚至演变成妨害名誉的司法案件。I've been trying to help by walking the ground, knocking on doors, meeting people, talking to them. We think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hich we have tried to highlight. 除了李显荣伫社群媒体批评政府大文和法院判决妨害名誉，伊担任律师的交林雪芬，也互政府指控是提供假口径互人调查。李显荣指控大哥动用国家机器对因翁仔某政治迫害，英国政府是认为因所讲的是事实，同意互因难民的身份。不过新加坡方面是坚持李显荣的指控无影无迹。公司新闻，徐家人编译。